来看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，嘛是卫福部的前政务处长王必胜，伫落任了后，到凯基金控集团旗下的中华开发资本公司来做资深的副总。也毋过，即摆市场传出讲，王必胜就任无到3个月就离职，而且转到东元集团。东元集团是低调无回应，那王必胜本人嘛也未证实。新冠肺炎，它从法定传染病的第5类改成第4类，指挥中心就解编。受流流的画片 ，COVID-19 期间一声滑落去，伊讲的准算，全国人民拢捌的指挥官王必胜，疫情过都无搁坐伫咧指挥中心。如今传出，伊离开卫福部后一步转战金融界，即马是换跳到东元集团。来看王必胜面册，佮看凯基金控副总的会，毋过传出伊早就伫咧背过失职，算的做无到3个月，拍开中华开发资本的官方网站，各界主管的名单，也无看到伊名次。实际的消息到底敢是真的？转接语音信箱，多声后开始计费。到即马，王必胜本人也未证实，东元集团嘛业协无回应。来看过去，王必胜经历做过刑坎科医师，2018年担任卫福部医护会执行长，疫情期间前进各大指挥所。2020年开始接任卫福部处长，担起疫情中心的指挥官重职。今年落任了后，出任中华开发资本副总。将做卫福部高层转战金控头一人。好，那指挥中心的指挥中心的政策，然后那你都要在这中间当一个这个桥梁的这个角色。疫情慢慢变好了后，王必胜后一步变怎行必须关注。只是落任官员转战民间，嘛毋是头一回。亲像前行政院副院长沈荣珍，今年4月出任东元董事，随来就到开发金担任副董事长。前经济部长王美花落任了后，嘛伫咧今年1月出任台新金控的独立董事。落任官职走向民间，要如何用自身的专业拼出成绩，好各界目睭都添加大蕊，等咧拍分数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